好，来，乡亲继续来看台南的关田国小，伫暑假前最后一节食农教育课，邀请到世界面包大师王炳杰来指导学生运用厝内底器材来做防疫面包。这个课程结束了后，学生嘛发起着活动，把这面包、把这棒捐赠予周边的防疫人员，感谢因伫咧防疫期间的辛苦。这个棒有挂喙罨，拢是由世界面包大师王平杰所做的。伊进前为关田国小进行实农教育课程，线上指导学生做这种棒。当时学生嘛发起要送棒予辛苦的防疫人员，最后由校长王全兴亲身送到公所甲卫生局等等的单位。这是小朋友发起的就是有小朋友发起说，他们要把这个防疫面包送给最有爱心的这些的防疫人员希望说我们都所有的防疫人员看到这个面包吃到这个面包会心一笑。内教区长陈启荣真感动，除了肯定关田国小伫实农教育的拍拼，嘛感谢这鼓吹学生来关心这防疫人员。戴个一个小口罩，一个笑脸这样。来让这些防疫人员来加油打气，这样的话会非常的温馨呐。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棒，不过嘛代表学生对防疫人员的感谢，嘛希望讲透过整个社会共同的拍拼，会使早一天度过疫情的危险。